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慧晶，欢迎准时收看福起来的俺俩半夜嘅好食生产线咯。但来认识当季好食，了解到菜地嘅特色吼。好了解上礼拜，唔知乡亲朋友有聽到冇吼？呀，春雷響咧哦，嘅春雷那響啊，落春意嘅下，農家人士啲講落種草。呀，春天嘅天氣來講啦吼，你講氣象萬千，你哋作物個即係所以來到天燈轉槍咧，我來同大家分享到咧下春天當季嘅作物。今比啊，討兩個現場咧是對苗栗師傅請來有機耕種嘅農民吼，來同啲鄉親朋友來講佢哋可做一個有機嘅故事咯。來現在來分享嘅就係蔣仲基蔣太哥，蔣太哥你好。你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來自苗栗縣師傅鄉龍通村，一係有機村啊嗬，難得來到呀電視台來聽一度講一個有機嘅樣嘅生活嗬，大家來分享，大家來傾下來龍通村來看看下來，那個條有機嘅作物嗬，大家來分享。哦，按之說哦，家下就愛請來從泰國來，大家講自己本身嘅經驗咯，還個來到一個苗栗嘅師傅啊，有哪位啊，可以做得去看得到一個有機嘅作物，嗰三下來坐到順康嘅啊，或者江太祖、江先生好。各位鄉親大家好，我係江太祖，我來自苗栗縣師傅鄉龍通村，也做一個有機嘅農民，希望呢也個做個有機嘅菜呢，來大家分享按之說。好，俺講到啊，嗬，一個兩曬來賓啦，嗬，佢對一個種有機啊，想起來啦，嗬，誒，你嗬，即係也下大家應來推動嘅，除嚟講對環境好來講啊，對人身體咧較康健到嘅哦。俺講到也一樣啊，就頭先有講到一個春雷係講香嘅，錯冇嗬？也對農民來講係一定重要，係樣嘅重要係從我來問下仲太哥來老太家講下嗬，唔知春雷香咧，俺愛做嘅事情就一定多嘅係冇？係哦，也做愛落種嘅時間，嗬，種到嘅番頭種番薯、包小、絲田，嗬，方搶苗就落去。嗰時也下大家都一定無限。係，大家千無限，嗬。係，係啊。俺用講一個落一條講落種草嘛，頭先係講落種草嘅嗬，一條嘅細啊嗬，都愛當年做愛做。係哦，當年做去做，冇去做就做唔得咯。像吹鹽冇去鹽就冇吹哦。吹鹽嘛，冇去鹽就冇吹。嗰時候也係咪俺講到一個春雷響嘅歌，係我要一段時間，我日日留一條事情做睇嘅。係哦，實做落去，過去將除草也就將慢慢嚟落咗。哦，做草也就將天天嚟一步一步嘅嚟做，一攤嘅。嗰時候一段時間就一定重要嘅嗬。一定重要。好，按重要啊！應講總太哥喺辦公來到應該現場讓大家來做嘅分享，真係懂什麼嗬？嗰三下人嚟講，順康嘅江先生啊，頭先講到也春雷啊，嗬，像而自家本身啊，嗬，係從細到大都苗栗有呢度耕種係嘛？細都同老人家鄉下耕種都睇啦，但是我有出去都各種變業，有出去沙皮，就有去工廠做一些，所以參嘅做啊，當嗰種嘅來自也3-4年當轉來啦。因為平常啊了嘢啊對轉來不講天數啦，也按舊當差唔多4年左右啊，當轉來過去，因為都點樣種下菜太解嗬。對啊，對啊，身體啊，你種慣性農法都做唔好咩？就種啊，都講用有機啊方式來種啦。嗰時你喺轉來喎下陣開始來做一個講有機嘅部分，也係講你忙轉來喎下就已經開始做嘅。冇，我轉來過後，因為我轉來過後都好呀師傅鄉嚇，都呀喺龍通村一個都推廣嘅農村再生啊，都農村再生啊，嗬，都要推動啦。啊，推動都好，都個回鄉嘅嗬，佢夾個油槍嘅那個夾個欣賞來搞啊，就講我種嘅有機啊一部分啦，啊，就都好，都對啊那個時期，
韩国大家都讲了，主要有安尼机会，为了大家健康都来做下游戏。为到安尼嘅了解环境吼，咩为到安尼嘅讲设立人哋自家嘅空间哦，对吼，真是做大家做动努力吼，动发心来做一条嘅事情。喺讲到也可能影响亲朋友吼，对一个苗栗啦嘅也媳妇呀嘅素菜哦，可能大家做唔知讲营养味啊吼，有嘛嘅较重要，大家较伫嘅一个景点也係讲有出山呢條嘅呀，政府人先來請總太哥同大家來講下。景點。係有嘛呢位好料嘅冇？有啊，我們應該都師傅也有嘅農場嘅好老啊，有機農場也有啦，啊個應該就個金龍窯啦，嗰啲嘅烏佐寮嘅咁嘅紀念館也對啊，嗬。一度啦，應該就係一度嘅好料嘅所在啦。也有嘅師傅嘅馬祖啊，有冇？石雕，全身係鐵骨嘅石雕馬祖婆啦。安樣係，嗰時來到呢啲師傅嗬，唔係單槍來看也到，應講港中嘅一個有機嘅農產品，天嗬，你咩做得來也到附近嘅景點來聊下。個應該就個。咁啊，寺廟嗰度千多，嗰度老啊，嚟看人家就會叫佢專業人家就買平安啦。樣係大家都會平安。有隻講到來到師傅啊，喺厝體嗬，你講到頭先我手機一個港中嘅部分之外，嗬，當然就還有其他，還有乜嘅咧？還有你百年嘅老店、大鐵店，還有一方農場，韓國嗰種嘅。鄉野傳奇一條景點全部都過嚟了。景點啊，睇起來就唔會少啦，嗬！你講愛安排來了啊，嗬，係像真實要當到嘅路線做得來安排，嗬，也都講到做得了嘅，做得實咧，也比嗬出山一定有名嘅係乜嘅？也師傅嚟講一定有名嘅，也都有嘅也一定有名。有嘅一定有名。嗰個講先生有還有種有嘅。有種有嘅，有種文旦嗰個西施藥啊，韓國安尼個冰薯也有名，師傅嘅冰薯，都番薯啊。冰薯，冰薯也係番薯嘅品種嘅一種。唔係，佢都出隻都講冰薯。佢都係配好嘅，安尼餅起來嘅。餅起來嘅啦，佢阿樣係糖啊，都係品種。好，阿樣嘅你講到狀態講嚟，講出家屋下咩重要嘅嚇？係我有文旦。咩從細到大都重要嘅。13歲就頭殼做多一下。13歲到一下冇像人講先生都嗰種變一個係有希望背。我13歲就頭殼開始做務農，多一下。哎呦，狀態講，你就想聽人講嘅老經驗嘅嗬，一到港中就愛悶咧，港中嘅人唔曉得就愛來悶咧。你唔曉得啦，寫風門係冇嘅。嗰種而家兩啥樣嘅熟食誒？本地係連沙也係。連沙。我係得連沙，係連沙。過去嘅市集賣東西嘅，我知名嘅就係大家講啊，最啥？你啥幸福，最啥美滿，啥快樂。人家都有三咩咩，幸福美滿快樂都同下度。都同阿師傅一樣。中下兩通。哇，真是咧嗬！好講到也嗬，頭先其實講先生有提到嘅哦，即係你轉到一個師傅過後開始來做郵寄咩嗬？跟下你開始條下去做嘅下嗬，大家有下人也係講你自家嘅朋友也都有反對嘛？也係講你跟下開始做嘅事情有乜困難嘛？開始做下當然啦，做下郵寄嘅嗬，因為鐵嘅產量咧，產量會較少，重開較冇辦法控制，因為農藥用唔得咧，種郵寄嘅都愛用嗰種嘅，像譬如誒，用嗰啲辣椒水啦、鹽醋水啦、酸條水啊，就嗬，稀嘅雪啦，也主要講也都講科學較發達嘅有嗰種嘅蘇力菌啊，蘇力菌做得殺蟲嘅。係嘅無毒嘅啦。嗰所以下嘅香港開始而愛落實來做郵寄嘅一間中嘅事情嘛，應該安全無毒嘅條問題嘛嗬。頭下，你頭哥會下面想講你講傳統嘅方式來當中，跟下你頭下是有老經驗嘅人去教，也係講要去人講一條相關嘅課程要去學。呀，那個一開始做嘅，因為人從細到大啊。都有看阿美啲嘅種菜啦，但是種嘅係食藥嘅啦，古仔嘢啊做郵寄嘅都有較困難啦，米也條件冇好看啦，做嘢嘅
当然啦，我这个阿爸是冇苗栗媳妇你说系旋风铺吹了。嘿，苗栗来讲，嘿，我就旋风铺吹了，就是开始就就开始诶，大条开始。我这个老人家是较无反对，但是那个年纪啊，就个老人家如讲。看见做的生来都唔相信啦，安尼嘿啦，嘿，故所以也吼，韩国也做也吼，都本人看较无啦，因为讲较唔相信讲做唔得事，跟无相关吼，你来做看下咧，哦，做咧有神节嘅，哦，希望那个带动大家来做。系啊，日下来讲呢，做，日下来讲，你嘅总头地杯，大家慢慢嚟做行向呀。系，日下总头，差唔多有30沙来做嘅油嘅。按差不多有20公斤左右嘅，左右有嘅。好，嘅下人講你係旋風鋪出嚟嗬。哎呀，仲太講你咧，嘅下係呢時開始做，係比咱公司上下做係咪？我就尤其工程係天前做嚟啦，天前嚟做。嘅下尾開始就係向下做嘅。嗰個嘢就嘅中間睇可能驗證嘢，我睇嘅神像驗證啦，兩通村啊。兩通村睇嘅神像驗證過嘅，係。睇嘅神像驗證了，嗰個驗證嘢，仲嘅一個合作社嗰度啊，嚇，就看下又就看乜要黑多人啦咯，咪就有時又就強威啊，就大家識去坐啊，就全部都答應，全部都就講好，大家就按做起來啊，大家就肯定速度嚟做嘅啊，哦，按樣型嗬，啊，嘅下到日下嚟講啊，嗬，像業務家人嚟講，記得會知道。一下人所以講啊，我開始做嘅下，佢都要買意見冇啊？冇啦，雖然唔會反對啦。雖然唔會反對，唔會啦。用古無限做落去，雖然都唔會反對啊。係樣型嗬，好。啊，你哋咩認為呀嘅中亞有幾嘅方式，咩認識一道好朋友嗬？有啦。嚇。出去我不哦，全部都大家名片搞來搞去，大家都當熟識啊，來到去都啊。一見就識話，大家都當爽快啊！按樣型哦，離翻遠啦，走啊！呢啲東西買，咩做嘅認識到理念同樣嘅朋友，講到呀嗬，呢啲嘅啊也鋪付我做我們高先生嘅嗬，從而家按樣轉型嘅時間有一場。啊，轉型嘅時間，因為家從我哋嘅業務規定，總按你個轉型期嗬，轉型咧，而係講短期嘅。短期嘅吹吼，都差唔多2年啦。但係作物吼，像我哋嘅以為啊，就較長嘅，記錄喺3年嘅時間來轉熟啦。哦，按樣型。過去嘅3年當有算有期嘅，啊吹啊就2年。好，估算呢3年啊，吹啊就做2年嘅時間，亦做喺睇天講到日台嚇，你會來邊度睇下來做就係分享啦嗬。你都日日菜市場來買到亦都農產品啦嗬。講真實，做下係你日日10萬嘅農民哦，佢都田康哦，用爬呀嘅嗬，用爭做的有日到農產品做的賣，估算呢，你支持農民哦，當然啦嗬，佢哋會友善耕種嘅方式，支持佢哋，你做來請佢哋來買咯嗬。你講鄉親朋友有問題有問題啊，就家添就做啲打電話到現場來，成都廿位咯來聊下嚟。好啦，鄉親朋友，喺下困過後啊，轉到福氣來嚟節目嘅現場咧，嗬，咁今邊係8月紅色生產線，同所有鄉親朋友啊，叫下來分享嘅啫，對大家講傳統嘅耕種方式，來轉做大家有機耕種嘅一個講到過程啦，韓國佢嘅差別所起來係同內味啦，嗬，日下呢好像轉到節目當中，鄉親朋友喺講有問題當然做就打到現場來咯，日下好像講先生，你又來講下嗬，而都嘅下。講到大家用鄉下來做也咁講到有機嘅方式嘛，嗬，呀開始做嘅嗬，講真實咧嗬，上班下嗬，可能你自家本身種嘅農產品，老你種太多種嘅農產品都冇營養，呀冇營養嘅農產品，你都愛做嘅人講嘅乜嘅，都冇適用嘅嘛，嗬，呀諷刺嘅方式，嗬，諷刺也都重嘅也都嘅方式，應該就會冇營養。啊呀，時間你自家本身要種一種啊，可能種太過要種一種，有時間你都自家遇到問題嘅下樣嘅噻。遇到問題嘅時間，像安尼重開嘅問題哦，因為有農民大家
大部分啊都要上色啦，因为太家要安尼交流要安尼来，像啊就去向啊去买东西嘅时阵，都开个向啊都会交流讲，问讲伊啊，譬如讲伊啊跳蚤菇诶，怎样会去治理？跳蚤菇诶，怎样会去治理？强虫怎样会去治理？也都全部都会安尼大家来互相来交流，因为喺度头摆全部用农药咪，也农药用唔得嘢，怎样用？係都。有條都講網站方來看，像啊你都講甩走水啦，像啊蟲海啊，個強蟲啊條甩走水，你嘅蒜頭水啦，甩走水、煙草水條安尼嗬，全部都有效啦。係，一條其實都發現講嗬，一下都要運用到新嘅科技嘅方式，就係呢個一個苗露啦，透過苗露引起得到更多嘅消息，韓國呢呢一下都師傅也代表嗬，仲向做一個講到有機嘅農民都有幾多少？一下做師傅嚟講，一下做有機嘅有10個嘅，但是哦，他本哦都種嘅有嘅啊，就嗬有幾啊啥？哦，有嘅就幾啊啥咧？有嘅就有幾啊啥？像你都兩下都有種有嘅。對，都係有種有都。無種葉嘅較少，你就是種無嘅啦，種到個菜安尼啦，然後就種黃頭嘅啦，沒有種到小麥啦，而家目前都種較少，而家啲當地安尼嘅啲客戶個安樣嚟做安尼，成果較唔好啦，煮什麼安好？吃嘢嘛㗎？見吃啊，吃種啊，見去吃種。好，吃中了後呢，尋到方法咧，也個應該蔬菜啊各方面就慢慢的會較好誒。像你都會天氣講，像你都係零三嘅，從泰國你讀到一個上愛就講讀到問題嘅嚇，你乜樣誒？炒泰家來會下泡茶一樣誒？經常泰家就會泰家蕎啊醋啊，種啊睇下蕎啊醋嘢都會割了講起啊，呀乜嘅東西我用嘛嚟吃。用嘛嚟吃了哦，冇都很單單一個人會想唔到啊！你一沙沙經驗拿出嚟講啊，係一沙沙嘅經驗拿出嚟講過後，可能你都做得，然後去整理下哦，整理下誒，呀隔條嘅嘅隔條嘅安樣去，買條安尼啦，一般嚟講較無天氣啦，較無天氣，像安布頭啊，較下起嘅都。而過來無都愛過去，大家都互相安尼去泡茶打水鼓安尼啦。因為農民都熱石頭較無限咩，安布頭都較限啦。所以大家都安尼嚟互相。日過嘅老農民連咯，佢都發現到大家真實都一定無限，一下農忙嘅時期嘛，嗬，一無限。講到夜時間啦，嗬，像綠種草嘅時期，然後你到嘅偏蟲開防治嘅時期啊，嗬。會有那種蟲出動，像落種草嚟講，應該吃到當中較簡單嘅嗬，然後種草落去就好嚟咩？落種草較簡單啦。到過去嘅生意嚟，其實生意嚟要一差嘅時間，佢個蟲開就會來啊。蟲開就會來咧。就因為嫩嘅蟲嘅當上市啦，因為個蟲係都會上來市嚟啊。哎呀，好，嗰時落種草嘅下冇嘅營業偏蟲開嘅問題啦，嗬。當落當然冇啦，唔落去，所以講差唔多禮拜過，差唔多2禮拜都有了，個蟲啊都來。1禮拜2禮拜就有誒。你個長菜較有啦，你講像安尼個，像安尼掛類哦，了都較慢啦。你講像安尼也風吹也一天變蟲係冇咁多啦。因為也主要都講像也主要都風吹咩？風吹應該都唔驚蟲誒。多少位啦，較唔驚，而家變種係較少，番薯葉，番薯葉，鹹菜、紅菜咩，韓國也都種蒲嘅啦，菜瓜啦、苦瓜啦、冬瓜、黃瓜也條啦。哦，安樣，估數也種嘅綠種菜都睇提到也條啦，嗬。講到也嗬，而家嘅農場啦，嗬，而家農場按做。幸福，家下就講愛安命，講愛幸福，愛美滿，愛快樂。一可能就係傻人嘅心念，傻都希望自家做得當幸福、當快樂、當美滿啦，嗬。哎呀，講真是咧，嗬，家下馬上要託幸福，馬上要託美滿，馬上要託快樂，家下你就要討論也係要吵過嘛。其實是冇人嘅，都現在都安尼，大家啲嘅蕎啊做，人家講。
我做一个快乐嘅农夫，咪快乐嘅农夫啊！快樂嘅快樂嘅港中快樂港中係啦，都安尼，都大家都講，啊，佢安尼愈一個幸福美滿快樂，對未來係咪種到也當爽快樣安尼？係，古時年代嘅下係三人鄉下上入嘅係嘛？家係以前係米滿係親情種，咁啊資源部家係都種米滿啦。到個市集要賣東西嘅，各有個攤嘅咪嗬。錯。佢就講，哎呦，安樣，佢就我三日都企喺度，就講，哎呦，你幸福美滿快樂啦。三年度後都企到街啊。大家都傾下點賣啊。都隔表天天都係啦，總傾下人。哦。都講安樣都安樂嘢啊。安樣都一命嘅做安好咧嗬。你講大家講一下嗌一落去。幸福嘅農場，快樂係個美滿嘅農場，就全部唔到三十嘅農場都可以前面下都前到嘅。你冇500差唔多今年都500公尺樣啊！安陽縣嗬，哇！前半年咧100公尺，100個公尺啊！呢啲啊。安陽縣，好，也就講誒亞富圈嘅啦，嗬，你啊就係講我來到幸福美滿啦，快樂嘅農場做當權咧，嗬，100全部做喺地氣啦，嗬，講到也會有影下誒時節1年4季啊，嗬，講真係都會出無窮樣嘅。呀，農產品，也其實現場看到呢度嘅東西啦，嗬，呀，總體個人生來講下，而到一下農場地杯，嗬，要哪度嘅產品，農產品。也就去年是把個還蠻按太出，嗬，個甜菜根啊，嗬，去年是就現時就以為啦，嗬。甜菜根還有，把個一下撈粒要到嘅，個紅蘿蔔啊，嗰個。紅蘿蔔現場其實咪要看到，等等一下。番薯啦，嗬，而家有啦。現時有嘅啦。現時有嘅。過去話都係有嘅。有嘅。雲丹，咁咩一定搶都有啦。哦，安樣嘅。古時而家喺農場地杯度種嘅啦，嗬，而家許多農場識得到嘅，就係現場也看得到嘅，紅蘿蔔啦、花菜啦、番薯啊、珍珠芭蕾。還有配用啦，還有其他，其實講唔少啦。冇拿來啦，跟住還有保鮮拍嘅都啦，保鮮拍，哦，安樣嘅玻璃水都還有啦。係，學人做嘅。呢啲啦。人哋都會人農場，哎呀，按到種啊，嗬，呢種係困難種啊，種起啦。係啲玻璃水กับ保鮮拍較難種啦。玻璃水撈保鮮拍，你用係難種啊？種嘅多啊。佢伊係種嚟到，種嚟到啊，種嚟到你就難控制啊。係，就係呢啲啦。所以種嚟嘅防止農蟲嘅，唔過我發現哦，而家玻璃菜當便宜咧，表示講佢嘅量當多。像喺度要嘅種產量唔會高啊，冇唔會太粒啊，其實冇用化肥咩？人家哋個玻璃菜死起來，細粒。一路吹到吃起來清甜嘛，真係啦。細粒蒙細粒，唔過嗬，也係佢嘅質，嗬係當好嘅，即係品質係當好嘅，嗬食起來就要嘅個玻璃菜嘅清甜啦，嗬。呀玻璃菜嗬，從而到按樣種起來細隻嗬，食起來要也清甜喎。咁就從前朋友做啲自家來試看啊，嗬，一種要佢嘅試食，一般嘅農法嚟試食可能就提供數張都難。即係因為個紅蘿蔔啦，嗬，拿到上市咯，甜甜啊。直接拿去大上市，拿上市就可以啊，甜甜，係好。呢個紅蘿蔔都而家一下都差唔多，最近發現咩冇講動太強嗬。也爭開始愛辦啊。哦，爭開始愛辦，學也做喺二度農場嘅，過來咧，人嘅幸福農場咧。也係紅蘿蔔咧，係也油種，油葱，嚇，嗰個山泉菜啦。玻璃菜，山泉菜都係嗱，一般傳統嘅泉菜嘅米絲要點冇窮樣，嘅料理方式應該俾冇窮樣。料理差唔多啦，因為也像也山泉菜，唔做的，也做的，主要也做嗰種嘅沙拉啦，也做豬湯啦，也做安尼炒啦。哦，安樣好，也做山泉菜。像也安尼，也都釜山鍋子，一般嚟講都做嘅安尼嘅，現做冷盤用嘅，炒咩天鵝色。係。好，就係有其他嘛？還有都嘅裝嘅玻璃菜，也要講個保鮮拍。如果一下玻璃菜含油啦，保鮮拍一下嗬，它差唔多會過時嘅。韓國都嘅安尼嘅芥蓮菜，嘅芥蓮菜也唔會都純嘅菜筍。
菜笋，主要你芥莲菜笋就像那个菜笋，就係芥蓮菜一下做得可能都食得到，就係菜笋也種嘅甜甜啦，嗬。還有芥頭菜，芥頭菜鹽生，芥頭菜炒啊鹽生一定好食，嚇。豬湯咩清甜？炒哈！你講豬湯都煮講有調嘅時間叫做安樣，甜以外啊，自己咩做得煮到像你講樣安樣，種食菜頭嘅樣係差唔多。豬湯啦，灌湯都真好食。灌湯、煲湯都好食。像我本身像也甜椒也當中咩，像我妹哦，佢頭擺我條中關是呢，佢甜椒佢唔會食。甜椒嘅下佢唔食。因為佢就米湯當錯。錯，啊呀講種油雞嘅過後，佢冇乜嘅米湯。其實會食咧。佢個感較好，或者佢都當係食，食路都冇窮樣咧，好真實啦嗬！一些年咧嗬，佢食東西啊樣嗬，真係佢咩動錢咧嗬，動錢食咧嗬，也好嘅東西佢食咧，即係講會好食都錯嘅嗬，係咪想食？我老妹也食咯，番薯葉唔會食，番薯葉咧佢唔會食，用嘅適度嘅番薯葉唔好食，但是我老妹啲我拿咗去煮米食，其實都按好食，基本也未講。阿妹也唔愛菜，佢哋講番薯葉用也咩番薯葉，嗌番薯葉係食過嘅，唔相信。真係咯，食起來啊，食到你就會啲啦，按用來講啦，嗬，因講兩位人嘅內邊，或者曬內邊咯，真係講到按到唔啲鄉親朋友，食到係咩講？本記條嘅一個講種有機嘅一個堅持啊，嗬，有感通度呢，嗬，因講真係咧，嗬，一個師傅也俾出貼，嗬，頭先 S 記到也都農產品之外，一定出名嘅就係記得有下面有種嘅哦，也有嘅嗬，所以啊，一部嘅有嘅用呢度嘅一塊通價下聽。大家嚟講到，先來歇困下嚟。好啦，鄉親朋友，我哋看到係話轉到倆節目嘅現場咯，嗬，我見邊頭倆現場啊，嗬，來邊係對人哋苗栗師傅來解哦，來同大家分享一個種有機嘅經驗咧，嗬，我講到啊，嗬，一個傳統嘅講也農法同一下，我講到大家要推崇嘅一個，我講有機嘅方式來種，真實啦，種出來嘅東西哦，食路就係冇窮樣，嗬，鄉親朋友去搞了，吃食啦就啲咧，嗬，有機比就2年嘅時間來到應嘅苗栗師傅也搭配啊，嗬，你做得都直接老農民嗬來買一條嘅長菜啦，嗬，轉去屋下一切家來料理食看下咧。頭先我講到一個，應講鳳螺皮，嗬，鳳螺皮，講到一鳳螺皮啦，一般嘅菜頭嗬，就做嘅對講嘅，講係食做係菜頭嘅，講見嘅蔬菜咩嗬，係嘅一味嗬，你都啲其實見咩做得哪來做利用？哎呀，鳳螺皮嗬來講，自己也俾人現場看到，真係凍漿咧，嗬，生到凍漿咧。哎用佢做得有乜個用途嘛？哎用，也條那大汁式啦，嗬，是啦，對心血管也嚟講真好。哦，呢個對話。我說佢也俾出咗拿來大果子、大汁式都錯咧。所以咩也嚟是真好嘛？對幫助。佢有乜個營養素就錯咧？哦，營養素。鳳螺皮咯，鳳螺皮啦，沒有。你講嘅甜菜根，甜菜根，鳳螺皮就平常就大家都。嗰時候，一下看到也係甜菜根，唔怕一講到也甜菜根，就直接繼續嚟講。所以甜菜根，你做嘅頭先講到大果子來生，大果子來生。個豬頭咩做得？豬頭、煲湯。個一味可以炒，個係嗰啲做。家冇講到嘅，可以養生咩做得養生？養飯啊，好安養型哦。古時候呢，就係一個安養嘅方式來料理，簡簡單單咩以後食啦，佢保留年代嘅一個美食。喺講先生，你愛來手機料理嘅時間，佢想愛手機現場那種嘅。而家講到嘅鳳螺皮咧，鳳螺皮咧，其實鳳螺皮咧嘅葉味啊，一般啊唔好食啊。其實嘅葉味嗬，一般嚟做得拿嚟煎卵。
鳳羅皮嘅葉味，做剪卵色。剪卵，對。用剪卵來講啦，一般傳統嘅客家就會吃鹽茶。吃鹽茶來剪卵，我都葱嘅啊，吹布時啊，吹布時也都吃到幾個面絲下葱掉嘅咩？嗬，佢講要掉嘅係個鹹嗰幾個要香氣咩？嗰時你所謂做嘅地做嘅鳳羅皮嘅葉味，佢咩不要嘅？佢加營養較高，營養分較高，營養價值較高。比嗰條吹布啊，吹條就較高。係，所以佢剪卵是以後，係加嘅光咧，一般人。種拿木條呢，嗰光吼，其實咧煮滾湯吼，做高湯當好啦。拿來煲湯。煲湯做高湯，但是個泡是唔得，伊泡落是唔得。煮個米拿來做高湯啊呢。米拿來做可能應該對，煮出來就做高湯，因為加個鵪吼，迄比個鳳羅皮嘅個營養素哦多6倍。古時候真是鬼頭就唔好打鬆皮嚟嗬，啊，加個營養分清過都個關。係營養型啊嗬，學入部分營養來睇下講嚟講到嘅嗬，營養分就係呀，看到也現場嘅有呀，哦，懂定一下嘅哦，按細扎嘅羅皮，古時候鳳羅皮嚟生起來做安樣？跟那是冬天，較有較太地位啦，也蠻安泰啦，也蠻安泰，古時候就綁起來咧。嘿，也上次做的，上次大槍色做的。做的，啊，我們做大隻。冬條。冬青。冬條。冬河色。冇嘅一般嘅。米頭。米頭安怎買？手槍。嘿，手槍，啊，因為就辣辣米樣安尼醃冇。一河色。古時候像安樣嘅，就像頭先講到嘅乜嘅，青椒錯冇？嘿，青椒，嘿。也都有啲人唔敢食鳳羅皮，就係人鹽咩？因為佢有一張米下重，一張芡下重，一下食咯，就像甜甜嘅米絲哦，就冇個芡嘅感覺啦，嗬。我古時候講，一下用芡重來吃食，有啲朋友應該知啲講，哇，真係咯，嗬，一個講有機當中嘅菜就係冇營養哦，嗬，講到也比也嗬，人哋嘅一個3年咧，嗬，到人哋嘅師傅也比。有一隻發通，煮很多又香又美，都個以為法清香啦，因為有判一個發通，當然都一到年過來呀，行啊，因為個個人一行，哦，批到個以為個法個米頭，煙都批到，唔係講熱到當批嘅多，清香。呀哈其實啊，嗬，鄉親朋友啊，都冇來到現場，呀現場啊，嗬，全部都係一個有嘅法嘅香味咧，做啲老爺有嘅法啊，就係個下。唔講話以為飯啊，像佢個做唔得，以為樣解釋，做唔得上以為咧。哦，佢當然啦，佢以為飯啊執起，以為都冇嘅啦。如果而呢樣像以為飯留到像安尼會點咩？留到剔到咩？做啲執掉下來，像安尼以為飯泡茶下掉咩當好？有啲人專門收集啊，屬於安尼洗走來啦，泡茶啦，講做出嚟就變落去有安尼嘅香氣。係，佢全部都識得。哦，哎呀，古所以嘅有嘅話，除咗你所的，人講一下啦，嗬，可能大到1度咧，嗬，天天應開咧，嗬，一話大到按章做得來看，嗬。韓國呢，你來到夜尾啊，要等人哋留日嘅有嘅飯拿來熟悉譬如泡茶一度。再過來咧，你嘅日部嘅發通係全師傅嘅係嘛？係全師傅用嘅，全師傅用嘅，又香嘅。哦，嚟。講有香有醬，嚇有香有醬，講客家咩當順咧，有香有醬啦。係，你講到也嘅有香有醬嘅也嘅，講看有嘅法嘅也嘅法規啊，嗬，生來係都內時到內時，佢打發起係到內時。也就要3月份到4月底吧，4月頭嘛。3月到4月頭一段時間咧，就係一個大花嘅時節咧。好，故所咧，我看也個有嘅話嘅鄉親朋友嗬，就做會得咯嗬。一下嘅時間啊，一兩禮拜日啊安排時間來到，人哋苗栗嘅師傅來去看也講嘅花嘅嗬。講到也比啊，有嘅當到品種咧嗬，而家就係講對人講元旦開始到。過年後嘅拍腰嘅嗬，其實要按多種嘅品種，佢大花嘅時期咁都供養咧，差唔多啦，用咩全部供養佢曬起長暗熱。而咩佢留得下太粒，下太鹹咧，拍腰就下慢啲咧。哦，佢絲絲又要可以當到
有的迄无摘到的，像牙的长摘都很难做的，有的诶，长摘，有这种还没摘个掉吼，佢唔敢拿咯。用嘅啊？去剪个发，可能掉还摘到啦，无摘到啊，还无发起啦。哦，安样哦。动那标啊，西施又动那标。都苏米烘无摘到嘅，都压下行好好啊。真是咯。真是咯。哇！阿用啊，落去看幼嘅房，下尾落嘅你也好顺看嚟，還有幼嘅做得怎麼？好，也做喺你都我係幼嘅哈，有文旦柚，有西施柚，有兩種。有減咩也得啦。有減咩？也減咩嘅發咩清香啊？減咩榴蓮啊，通減啦嗬。嗰個碰減啦，一度發長都也通一長一塊錢方。誒，有一下嘅所有嘅減件類嘅全部都一下。三啲都試嘅。阿用有嘅，你講嘅學分唔出來嘅冇嚇？有啲係發動槍啊，你講梅花嚟講，梅花嚟講就係拍攝嘅，理髮咩係拍攝嘅，上班下就有嘢咩咩唔聰明嗬，所以時期冇去注意嘅時間。槍也有嘅發會有。槍也唔看，呢就女行嘅就看的是啦。女行嘅真看的是。女行嘅就咩？其實沒完全冇講完全看的是，因為佢你像假咩，佢都當多種咩，你地乾乾啦、玻璃蒙啦、碰乾啦，你個還有你嗰種嘅砂糖紙啊，都有嘛。其實嗰條花全部當槍，嗰條花全部當槍啦。啊有嘅咩，像榴蓮啊，就全部當槍。你講槍拿花嚟本分唔出。槍係用看花嚟講，分都分唔出啦，嗬。像人家面頭前看得到嘅就係柚嘅花，嗬。係呀，柚嘅花有文旦有西施啦，文旦同西施你都分唔出。兩種啊，可能就分唔出，就槍地講佢係拍攝嘅花天天。因為佢太細又差唔多。看到香煙，一邊就看到動槍。係。哦，你像嗰啲假咩類咩叫講，佢都要嘅，得種假咩都差唔多要嘅法。係。佢所以唔係當呢樣，槍下條合夥唔出啦。係樣嗬。古所以呢，來到也嘅苗栗師傅，做得來看一法啦，嗬。因為發通時間嗬，有一隻做係呢禮拜、下禮拜開始。3月29、30有2年。3月29、30兩年嘅時間係主要嘅發通時間。迄閒時嚟看也咪做得可以來，滿眼就香香嘅啊！也奶就當香啊！去到行到人嘅所在就去到就。都到人家他先從批到嘅香香嘅面絲，做香香，真是呢！古時行到一個以為原地擺度啊，真是嗬，一個香味啦，行個批到佢嘅講也香氣來講，真是做咩動快樂、動幸福嗬，也就講到行個動美滿啦嗬，也啊用槍也個人哋也個優惠化啦嗬，係講你後背也看到嘅嗬，因為坐喺後背啊，看到咩優惠一個化嗬，坦講也係唔咩優惠化。所以頭先提到嘅係榴蓮花，榴蓮咧個通鑑咩？係。其實也嗰條花全部都香香啦，都香啊開啦。當開啊，也所有嘅柑橘類嗬，全部花都開。古所全部係拍攝咧。係全部拍攝咧，古所人去到批到嗬，清香都話你。榴蓮較開嘅，因為像也榴蓮像也較慢開嘅都冇人香，啊都較慢掉嘅。所以你啊3月到4月去，咱就去都有香有批，對嘛？人都批到清香。係，啲後田都清好啦。後田都清好嗬。喺講到嘢嗬，而且家本身亦都中意嘅咩嗬？就係講到咩香香嗬，人哋嘅耕種嘅方式，咪係用人哋有機嘅，嗬有機嘅，做啲老太家分享下頭擺嗬，而中也嘅講到傳統嘅農法，老也下嗬，人講轉做有機個係環境，也係講而到嘅有嘅鹽有乜嘅收長。哦，也收長千多咯，像有嘅也就。有嘅也就個條嘅也就當到嘅來，有個安尼嘅有安尼。頭講有到嘅條嘅草蜢係看唔到。看唔到，因為農藥劑可以全部看唔到。你像也木筍香啊，佢怪嘢啦，怪嘢我叫係蛤蟆。係啱不條水喎。誒，都要嘅太自然嘅人工嘅鹽鵪鶉拌椒嚟拌椒係。差千多喎，咦我做下有機都因為講條擺嗬，有嘅那個。主要先農藥啊，對身體也唔好，濕度也唔好啦。真是。係啦，咱要過上講落，做嗰樣嘅有機啊，人出價也好，對體出價也好啊，咁樣嘅體格就會健康。
环境也要改进，环境来讲要变好，要变好，都讲诶，怪诶，就擘个都多咗来，无条白农药写来，擘个都冇，全部都是这样子。哦，个也喊讲先生老太家来做嘅分享，你有小朋友吃到用嘅咧嗬，啊可能有當到嘅朋友細時節啦嗬，都要糖到一個怪嘅生啦，膠嘅膠嘅生，當到嘅一個太刺眼嘅惡種嘅生，全部糖喺度。不過一下可能有啲蔬菜糖唔到，有啲蔬菜呢，因為環境變好咧，全部慢慢就轉來咧，誒對一個後生人哦，轉到一個種下講到天數，啲好小朋友嘅想法係樣嘅，家下聽我演講來問兩曬來邊咯，成都有位來聊下嚟。鄉親朋友，喺空講喺度轉到嚟啊節目當中咯，嗱講鄉親朋友誒，知道個健美誒來講到嘅主題嗬，要記嘅兩個經驗分享，誒要上我哋每人現場嘅來賓，向快啦，提倡大家是嚟打天發咯，你下呢會前我繼續來同人哋來邊度打追顧啊，即係頭了之前來問到嘅問題啊，誒呢也後生人你下仲係希望講哦，自家要當到嘅兩個夢想，誒嗌自家嘅可能做嘅哦，留嗌嘅條路要合得到嗬，即係講。嗌嘅學嘅老條路愛，即係講愛合得到啦，嗬！即係希望講，比如講嗌學嘅係文咧，係講理工嘅哦，即係希望講去做嘢到，嗬！自家對後生人轉到種下來聽數，嗬！唔知公先生自家想法係樣嚟看？誒，想法是講，即後生人肯做啊，已經親好啦。哦，而家唔免做，唔免講誒嫌佢賺，佢都會賺嚟做嘅。因為誒最起碼。吃得較健康啊！你到老輩吃咧每一天啦，每一天都日子都有機嘅嘛。啊，後生因為我本身我CMO嘅，佢較無可能轉來做啦。係啊，佢轉來較把了解轉來，佢會天數啦。係，安都一定要了解啦。啊，也較無下，你都無下嘅做日到港中嘅些太體做。都捱到啊，不用用。你都2-3年去做，4年嚟咧就係2年時間。4年當有賺，當有。每天有賺啊，賺嚟都會天數啦。係，我都賺嚟做通為嚟天數啦。嗬，你上我夢怪，看馬啥就去做。佢有啊，希望亦就講，佢講安尼做安尼嘅嗬，比上班唔會較數嚟數業嚟講，係做得好啊。係嗬，做得好啊。係啦，要認真啦，要上班。專心認真去做咪嗬。但是講實在做一千無限。真是嗬。所以你要不了後生嘅嗬，佢唔會做安尼嘅，佢做唔嚟。你一日頭洗當醫要讀醫咩？錯。應講也係後生人做，如果唔識做官咪嗬，一到識運動到件做唔識做，估數我輕見到我做來做都很難嘅嗬，要到係很難，不過要到係後生人，記得咩？自家做嗬，都想講按樣嘅理念嘛，誒知道懂嗬，做咩落自家落身落去做嘅嗬，咩要按樣嘅後生。有，因為我本身我嘅連沙做嘅快樂農場嘅啊，快樂農場嘅，其實拉都要想講。來轉來繼續聽接下去來做，都要有安尼觀念啦，哦，現做得啦，係啦，也最好就係後生嘅來，越多後生嚟做越好，因為越多後生嘅越來應講加入一個應講港中嘅事業，應講將會好冇一下應講，誒真正嚟種下一下想高齡化嗬，係，睇見應講平均農民咧。70-80歲最起碼都70-80歲以上。最起碼平均就70-80歲，我嚟問下狀態個，而家幾多歲啊？71。71歲，啊容易冇下咧？我有下有4個歲嘅，4個來。佢留在上班啊，嗬。上班已經都冇啲hết啦，嗬。有空嘅時間，佢全部做嚟天數。有閒佢都會做嚟天數。加個我嘅三個土坑，啱古嚟全部做嚟冇卡。做人不卡，向我吃飯。做還有空的時間，佢會天數做研究咁嘅事啦。基本上我鄉下嘅老人家唔可以做咁多啦。人都想講，冇老佢講啊，冇去做，冇去做來做。唔係，人都想講，佢有嘅做工表下來土地啊，目標比房嘅。最近做佢帶動人佢就會做。做唔會講上做睇住我，存錢，做係健康，就錢好，就錢好，
韩国人有种有冇？有种多东西都有好食，好唔是出去买有冇？全部是出去买，都有的话，你用品我不买的呢啦，这个是那种。哦，也要安全，要空氣。米谷種人自家有啊，錯，係啊，也就係應講到啊，有種多自家都有嘅嗬，又真係就係應講到一般農家人睇家嗬，就因為非常要談過嘛，佢都因為也田種啊，佢都有種都講，嗌都要種，嗌都要好食，嗬，又就係因為基本嘅嘛，嗬，應講能夠講買嘢嘅話，嗬，像一日就要記嘅。好，一個行銷通路啊，一時間就變咗講，大家一定會去面到嘅。哎呀，要幾個量冇多，可能上班還要上冇安講哦。而到嘅農場啊，嗬，要特別多嚟買一啲農產品。哦，而家都啲苗啲嘅神通路啦，或者都審查，而家嘅有嘅農夫市集嗬，而都得禮拜日，就算條9點到4點嚟就去買。特禮拜日都通路一片嘅市集嗬，就算9點到下晝頭嘅4點嗬，都都有位嗬，因為佢看到嘅相片係二刀都幾片嘅係嘛？係啲嘅17項賣菜嘅素材。賣菜嘅，哎呀，都全部都係種有機嘅朋友。係，全部種有機嘅。啊，許多街啊嗬，可能都係一隻講買東西嘅一隻方式嘅嗬，啊應該講到第二個消費者，然後直接落去，然後面對面，哦，然後見到面對面嘅時間，有問題就做啲直接來問人農民嚟，錯嘛？錯。啊，都當上來問，行係先來問講事啥？而且講度到最多嘅問嘅問題係乜嘅？問嘅問題佢都講，又係真實嘅郵寄冇，因為嗬，都不係嗬用當到偏見嘅語，係咪真實咧？係咪偏見咧？有老實冇？都一個一百嘅當到涉案嘅問題咩？天道問題講都按呢問題啦，錯。韓國唔知啊，食到好食，人都自然人都會來。人哋人行買過買咗去好食，品質好，係食過去16度啦嗬，對身體有冇負擔？一時間當然個狀況前面到咧。韓國也像按呢有到當到按呢個癌症咧啊，講有癌症佢都專門去嘅，佢都有嘅郵寄市集嗬，市場，佢都要買按呢個郵寄嘅。佢吃到較健康啦，像個小販場嘅日本人嘅一隻皮，韓國佢係因為佢嘅有栽培嘅，又個變個市集。古時年代咩要做栽培啊？唔係，就冇，迄個愛做的人，因為就交份合作社去做栽培。哦，安樣。因為我將就嘅禮拜日去嘅買，喺冇買嘅咧。做交本合作社，其實都有年期什麼租盤，嚇，做留嚟租起來都租盤消費者，我買一年都留到佢聽數機啊樣，好，也就係你讀到嘅最根本嘅問題啦，嗬。哎呀，仲睇講你咧，讀到嘅問題係乜嘅都也係實習當中啊，消費者留去打咗一個嘅時間，最接留冇乜嘅。有嘅嗬，咁樣講，哎呦，日吹用會按可能按獎咯，咁樣嘅。誒有機啊，用會總係按獎到咁樣嘅。啲鹹嘢嗬，鹹嘢時陣其實拿一隻咁嘅唔點乜嘅東西啊，其實拿嚟哎呀，啲吃啊吃，看啊，加個能量嘅，佢拿能量嘅嚟看啊，就誒，也做對咯。唔可以講偏見咯，係講。叫人唔好偏見啊，夾唔點乜嘅能量嘅，真拿嚟講。也有這是能量嘅，咪講。加尼姑啊，記住嚟，做係能量。嚇，佢嗱到佢路嘅地方嗰度買嗬，全部㗎嘛，大家都講有機嘅，我有機嘅，我講有機，我有個驗證出來嗬。認證牌出來，標定本人看，哎呀，能做得啦。冇認證牌都講有機，見多大樣嘅做咩唔對？佢講我去驗嗬，驗啊到處有，還有夾個有個人乜嘅讀書啊乜嘅哦，佢都第啊，佢講佢都騙人嚟講，佢那樣樣講，哎，你還可以，啊，佢同我稱幾多啊？古時話嗬，一啲消費者啦嗬，即係講佢都廿啦，天做本係咩要機？
俺自家讲无准算的，行我自家要带东西来腌的，要通过的，怎么老唔买咧？佢咁樣腌嘛，腌，哎呦，通過了，哎呦，佢講，哎，佢哎呦，要係做得難講。也做得講機話，用香火燒去賣火嘅咧，錯嘛嗬？我做就看見到誒按醬，我做愛賣油機嘅，用去按醬，我就腌看下咧，嗬，冇想到講，誒一下油機就種到按好按真鋪嘅嗬，也做喺講到呀，迄捱嗬，我知道我要問你嗬。應該就係嘅從野種嘅菜啊，嗬，安樣嘅煮，乜要當然滿嘛？較少啦，較少人滿，也有啦。因為像呀甜菜根煮好，甜菜根因為一般人唔點樣嘅食，真是，也未做嚟食幾咩唔係。啊，像鳳菜頭咪咁樣，鳳菜頭啊，如果咪也未嘅市面上太簡人都唔點樣嘅食，所以講做個簡單，當到人唔點。係啊，佢都有都少部分人佢會拿做啲簡單啲啦。啊！佢做煮高湯嘅咩樣樣啊？佢夾嘅養分清高。也下因講到也嘅高湯按度嘅問題，鄉親朋友都做得吃看下咧，嗬，因基本建議嘅呀，嗬，用也嘅因講鳳菜頭嘅也嘅瓜去換湯，嗬，拿來做可能其他煲湯糕響人蒸來做，可能要煮埋嘅湯啊樣，嘅米絲就一定好咧，嗬，因為做得按樣來做利用嘅啊，好真實咧，嗬，也就係去到市場鄉親朋友，因為冇乜嘅問題，還有應該就係你都會有乜嘅那個去市場嗰度買幾多會有送，你都有送啊，還有啊，按好，有打折，種到按辛苦按用送，唔會唔慳得啦。而種也3月有嘅攀岩嘅活動，叫咩4級攀岩嘅活動，如果唔買要到3800嘅話，哦，佢都要15啥嘅機會，做嚟儲嘅10片，儲10片嘅鐵本去種菜種1年。來個講一擺。都10片嘅鐵做的本種菜種1年，所以我做得來鐵種到幾年，種到也1年12年代啦。哦，做係也下開始，也開始種到也12年代，種菜。都3月份團，你也嘅發通啊。3月份嘅團，古數咧愛到3月底之前來到你嘅銅鑼入邊嘅。14方去買啊，你嘅買3800以上，有機會儲到嘅你嘅。都講10片嘅鐵，哦，還有一般因為佢都講，本地嘅條菜，嗱條菜韓國有嘅成本實，價佢600嘅樣，佢有含有23樣。嗰時就係講到日本嘅到3月底哦，去到一個一個時期吧，嗬，就做嘅有好空調嘅意思啦，嗬，講有啲朋友一個咩一種嘅方法，咩想講咩鼓勵大家來食油機啦，嗬，咁有啲意思應該就係按樣去啦，嗬。講到有啲人啲鄉親朋友，知道講啊，油機啊，算起來啊，嗬，知道都係要識過嘛，嗬，韓國咧講種油機真係當辛苦，對一個農民嗬最直接嘅一個鼓勵哦，當然就係嗬，直接來留啲嘅農民來買啊，講真係做得係農民嗬，講堅持下去簽好嘅動力咧，嗬，基本上希望啲嘢仲睇過來到現場按住些哦。感謝大家，上前嚇，大家好。好，俺就有閒嚟師傅了。好，嗱，俺就多謝你啊，俺就來歇困下，了下嚟個下聽聽咧，用面先生聽下來學做運動嘅。